天地，欢乐相聚，热血谈唱。现在一起了。前两天的节目，我们呢搭观众朋友一道去15一些平台对平台要观赏了伊拉个风采。侬看下来有点啥个体会啊？我觉得平台欣欣向荣，一片兴旺的气象。哦，还有呢？还有就是平台新人多，新的作品多。还有呢？还有观众朋友们多。还有呢？来了老师啊，你今朝还是想看看我吧？那么侬想一下子的呀？哎，新人多，新作多，观众多，那么也要地方去看的呀。我晓得着，就是新的市场多在。对，新人多，新作多，观众多，市场多，我们个平台啊，欣欣向荣。对个。讲到市场了，我又想起一副市场了。啥个市场？最近有一个地方，伊拉呢新造了一副市场，侬想想看哦，这种效率，年初刚刚了，那么已经开张了，再用了4个号头的辰光，侬讲这个效率好不好啊？罗得奖。上周来是晓得在。今朝啊，你为观众朋友们交代上周平台都在。对。位于常州市中心繁华步行街的金秋老年活动中心的金秋书场，5月31号开场那天，110个座位进来了200多人。那么记得在平潭剧场建成开张那一天啊，我去参加这样一个开张的一个典礼，一些拄着拐杖的老年人，甚至还有坐在独轮椅上的残疾车上的一些老年人，都争相涌入的来观看我们的平台，这对我感触很大。金秋书场从开场到现在几乎场场爆满，可见江南百姓对平潭艺术的爱好和渴望。常州评弹团建于1958年，至今已有49年历史。建团初期拥有一批较有知名度的演员，改革开放以后又培养了林涛、沈伟伟、连晴荣、倪雅静等新秀，深受评弹观众的喜爱。常州的评弹艺术呢，按照陈云同志的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这个指示，那么我们主要呢，一方面呢是抓我们评弹这个演员队伍的建设，另外呢，这个我们还要呢，这个尽可能的给演员多一些这个展示的平台。来老师，上周情况让我觉得平台啦也吃人吃诗，那么有只新人新诗啦，市场最多着，市场一多啦，观众朋友们最多着，那么观众朋友们一多，市场一多啦，反过来啊，你就要扩大你演员队伍，创作更加多的新的诗目。侬讲起来倒是要绕口令，这个就叫良性循环呀。对个，对吧？那么侬讲了，上周侬最近去过啊？最近我到上游分析演出了。侬要晓得，观赏上周是啥地方最好晓得伐？老大。有一个地方叫华德桥。华德桥？侬只要辣华德桥浪向一立，哎呀，上周风光一览无遗呀。啥个道理呢？啥个道理啊？我那听我的节目，把一送真上去的。
虽然往来不乱忙，花彩满在水那，台上云在临家堂，问我亲家。那红绿家真的是绿，大有冬雨奔哈家，哥哥啊，妹妹啊，你送在微微高山里，他有丰厚满天上，自身啊。是美德，民族是出奇兄妹相，兄妹相，彼此心上是心。高正操兄妹要有娃的节日，还是明代的沈薇薇啊？对，根本你都是夫妻呀，你就应该改唱夫妻要有娃的节。这节目要下套操了。啥子？等侬知音结子婚，阿拉要搞一只节目叫《知音夫妻也有八大桥》。来老师，哪一档开无线做啊？好，阿拉有玩笑归玩笑，下来呢言归正传。今朝呢，我们要介绍常州评弹团。哈，我现在要请出常州评弹团的嘉宾林达，你好，林达。林达，侬呢也是我们评弹天地节目的老朋友了，已经来过多次。不过今朝到我们评弹天地节目里来啊，跟平常意义不大一样。对个，今朝呢，我们就是带着整个常州评弹团的全部的专业演员来向观众朋友们来汇报的。好，那么林达，今朝带来第啥个节目呢？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观众朋友欣赏一只开篇叫我的名字叫解放军。那么演员呢叫倪亚新。那么李老师是为了那是学生子。首唱王月香调的。对个，那么这个王月香调呢唱得相当不错，吟腔细腻，舞奏像行云流水一般，大家听听。冷雨
轻轻呼，一记披上身，还得来的兵工来了大举行。他们是那真说一心开清，这几岁一生大一位家法军见他红光，满面鲜艳。是的大神啊，你哪里来往后去迎？我看你急急忙忙有什么大事情？东西啊，我杀风雨兵。家门这打狗风雨大，那孩子与同事离身，替那么热天做的他推风行，他的是不知道路出门神，一把把为雨石头的路，风吼吼雨淋淋，天昏昏地送烈意问，那黑洞别可娘心碎，看来我是一路一口给一口不得家门。请放心，细细小事由得神。他忙将把那来结构，这把孩子投进身，见他闻声发对里儿听，他笑脸依然披上这孩子的身，不是脸身躯。亲是大孩子啊，必须的苦莫伤心，与我来守你们自己呀门。此刻是刮风吹得急，大雨是下不停，他这红心一口为人民，那你是永不随心，满雨冲锋就保些事，既那么沉，等候是一万魂。大烈将放了心，他们还将为谁来洗清？
民家方庄。哎，李大，刚才在开篇啦，你都说的非常及时。你想，本我们的建军节刚刚过去，你呢也是庆祝建军节。对的，拥军爱民的工作了，不仅仅是建军这个辰光可以的，应该做一个长期的工作来干。对的，哎呦，到底是团长哦，讲的闲话随时不一样哦。那么听歌唱，下面呢，请大家听一段诗。这演员名字呢叫李金勇。那么你是最先人呢是学生子。哦。口齿清爽，这个识别了非常属于识学。那么你我们就江苏省曲艺节啊，包括中国评弹艺术节浪向，曾经获得过多次的大奖。那么今朝为大家带来的一段短篇评话呢，叫《插播》。林大，李金勇我晓得个，不过今朝你编一个评话《插播》，这名字倒蛮奇怪的。蛮奇怪的。那么啥么子是？啥个内容？来听知一下的是。好。龙人孔方里有一位叫孔三三，曾经吃过3次官司。现在所谓了，我吃官司称之为叫上山，隐瞒释放叫下山。孔没吃过3次官司，所以大家叫你孔三三。后来承包这个经营部，几年下来发资财。今在日里向台人工一笔大生意，吃药饭蛮开心，笼子2口老嘴，嘴型浓浓，脑子跟香烟立起身来。给你有面大金子，最在金子门前啊，对里向个自家拉口，两样子，吃官司个辰光。向上的强调，那可以的，一副凛然风采，哎呦，你得意洋洋。谁那个辰光门铃响了，眼睛过来开门，对外头一看，哎呦，看上去今朝也得美，做什么？来一个三五周官员，骨灰大盖帽，长得二墩墩胖嘟嘟，皮肤黑漆漆，40多岁年纪，认得个。名字叫常大山，前2日天起诉孔三三的账，孔三三2本发票分割出来，不能够做什么？开阴阳发票，起头头、留下头，如果说出来，罚款也罚得那2眼没吃黑。那么台头讲说，关机出来无法解脱的刑不上的。中档子里为的放自家一幕，想不到今朝寻到门廊向来啊！那么呢，上得门嘛，我有办法。谢谢谢。哎呦，上同志啊，来，还是弟弟来，快点请到，这个7,100，来，请坐。上同志啊，是为这个2本发票呀！哎呀，天晓得。我请那个关机嘛，真王八八，真渣！你这个发票为这个福建特刑不上了。这个张同志啊，对不起，下趟我一定当心。一边打理讲海，我们一边吹机拉开来，2点钟我把为着辛苦，里向你抢的了还。有进手袋里门的，这个张同志啊，你去想一个啊，这个。给个2点香烟，好，给个一点3意思啊，3意思。上大山袋里口，面孔一白，孔四三，我叫孔三三，你讲错了。我看你委员上一周三，贿赂国家干部，为当列的，这个3日天。拿发票各得3、5角，不如公事公办，罚款处理。我追了，15上大山哈拉点周身体要保，孔三三袋里口把老皮去得来个人，没得。做啥？有哪个种人啊？你上得那个门，我是老要人家供的，一句不用么勾你做废话。
两台相应我可知个三十的啊，人民币不是各自的，东北人只不是王说啥子，才是看政策来的。哦哟哟，一本正经，公事公办，难受八个，听明无啥？去打听打听啊！给这里啥等两年啊？晓得？那啥等两年？来了干什么呢？山上下来了，上过山猪山的了，解释法库，铁骨上不破，墙壁也不破，哎，那山上下来个，那么我干什么呢？我还是山上下来的啊，有几块的，帮他是懂完了，别个想想不对吧？我妻子故事为主了，随便录个单位费我。你妻子故事拿骨灰打给嘛，也没叫胖虫，还得俺啊门门口。你还是山上下来的，那么我们呢，上个山，大山还是小山，青山还是白山，啥个意思？啥个意思还不懂的？这个故事你们才懂的吧？我上个山，大你上个山，不一样。我是广西发卡山，哟！那么清爽的原来没参加过市委会，记住带个云南发卡山，哪个种还是上山啊？这2年军长混一个党员，发卡山上对他一球，谁是英勇汉后？那迷了，给这里面呢，真正上山，那让你看眼界。是为我上身衣裳全部脱脱，上身擦布，浑身的肌肉，有2块伤布带眼了针。阿哥姐，我身上下有地头，啥个意思？阿哥姐，那这块布呢？啥气呢？啊？还有第三个你祖国的8大单位啊，这样单位，等于第2单位，那。给米呢？阿哥姐，给块布呢？有对呢，谁是海南的？海南的是当所进去背对出来了。阿哥姐，那，阿哥姐背对出来，给到人香港呢，97终于回归了。现在正好11年了，哪个中还是上山迷了？那个人上到山都是我自家身上像衣裳脱脱，上身还是差不多。孔珊珊在你身上一口你这可见浑身谁是个伤布，哪个没有身，而且几个人都张同志啊，你身上像还是一副地头吧？那个地头7家的，我是地方地头，你是世家地头嘛？那姑娘随便拨浪下这块布，几个人都像不带那个一出，但是不带我吧？给他都围了下，这块布安进去的，按道理呀，百姓了，百姓了下，不得了哇！就今日打40人民元，连打11元我才有个哇！给你几个了下这块布，你说没上头啊？那姑娘颜色才太太的，打吉他布个颜色才不一样，肯定你说没上头啊？是啊，这就是古巴。对，更不，这个历史上下哪会对这样地布个呢？当年我那主任老乡，中国7块代皮，9口子弹，枪林弹雨，我都不破。你弄2块布帮我看看，你的为的吓退我，这个还是个绝活。3日天我发票各得3-5角，这个啥同志，我服帖。你是真正的英勇汉后，我这还是够用。这个吧，这3年天噻，我马上割出来，这个发票上下有火对的。这个我这次处理，发苦处理，难看哈，没哈，谁这样背？看这上头2只节目啊，我觉着那团里向确实倒是富有朝气，队伍年轻。侬想想看，像侬这个团长介年轻，我在那想这个肯定是那上周是个领导了。对培养青年没有想法的，对的。那么我们的成长呢，确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且我们上水平台这个特点呢，还是政府培养团队深入政府。一来听听我们的局长哪讲。好，平潭是流传于我们江浙一带的优秀地方局长，
它已经有将近1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戏剧文化资源，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观众的喜爱。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观众来爱我们的评弹视野，作为我们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竭尽我们的全力，我们把评弹艺术这项工作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它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听子大邵局长介绍了，我就倒没有体会，搿平台艺术要发展了，确实离不开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这是伊拉个重视啊。对的，阿拉政府关心下头呢，我们这个头部的建设、办公的环境各方面侪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那么有空呢，欢迎呢陈老师到我们头里向来看看、想想。有空一定要去。不过领导，下来5年要欣赏啥个节目呢？下面呢为大家介绍一对青年演员，叫蔡玉良、刘芳。那么里头两家头呢是苏州平台学堂毕业的，而且现在两家头还是青年的夫妻双档。那么里头两家头是诗人沈云翠和陈再文2位来诗的。那么今朝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呢，上中翠。千里山大，金佛心，吹嘎七上心头神，今日里是兴隆，家在东屿山，不是退役，最真。云儿翩翩声，手儿喔喔音，最终儿举不定，立马儿转身称，心知寿命侠女问娘子啊，我是不知几岁来岁大，方能给地界四路配了你这女妻情，我何必得帅的鱼儿与今生，我是某某渣渣，放不了你不收真恩。说娘子啊娘子，向我许岁，说我娘子哪有今生哟？小姑人是哪里话来？为此心不宁。
重逢之际能什么恩？月上明，水上水，松上青，白玉翠翠，白水上相亲，地去天上。哎，林大，哎。
我晓得你的肚里向有一只中篇叫《胡适夫人》。对的。记得在了第二届中国平台艺术节浪向获得了创作奖。是的。那么您还能给为观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好的。那么搿只胡适夫人的中篇呢，是我们上水平台头的老团长专业风老师呢，你创作的。哦，你创作的。那么你现在专业风老师呢，是我们上水曲艺界一位的主席。哦。那么领导，那么胡适夫人顶主要是讲啥个内容呢？胡适夫人的内容呢？胡适夫人呢，其实讲的是包公的夫人。哦，包公的夫人。因为包公大家晓得是铁面胡适。对呀。那么包公的家乡呢，辣安徽合肥香花等。这个上花有一种特产叫胡适鱼。胡适鱼啊？我们大家晓得个叫鱼头丝梨啊，鱼做的侪是有丝的。对个。但是呢，搿只胡适鱼你没丝的。哦。那么包公欢喜得不得了了，努力从安徽合肥香花等大胆开封府。那么包公铁面胡适了，你个夫人还是大公胡适，所以叫胡适夫人。啊，原来是这样。那么领导，今朝你还能给为大家唱一段胡适夫人啊？好的，我为大家唱一段胡适夫人当中的序曲。那么还让观众朋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请欣赏。莫送夫人。心中的思啊，是劫狼啊飞，他的唯一加真心要保卫王法，给人饕餮瑞欺君，让我这小当话终于应够，他一内上机贵，夫人为你是重视。不知我小后心悲，这门后吊车包米月根配是为报家的大恩，为唐日保密身被杀，少比方定是开腹中的婴儿，以为名人来，我只要朝日相依能一说，哪怕是我高小后一场大火，将门楣，哪怕是
上刀山，小后黑哪怕粉身碎骨亦无归，共为报家赴汤蹈火是一人给。听知道我介绍，听知道我唱，阿拉觉着对这胡氏夫人确实倒是蛮有新意。对的，搿只胡氏夫人呢是我们的专业风来是创作的。那么你呢，非但创作了搿个一只中篇，这个几十年当中，创作出结怪作品，长篇、中篇、短篇侪有的。那像长篇上追白塔歌，中篇嘛胡氏夫人啊、清唱戏啊、鼓楼清唱，短篇嘛官衙马街、来民地首啊等等等等。那么非但你会得创作，而且为是一个相当于实际的平台的理论家。那么这个文艺的论文啊，各方面的文章，辣结怪百科上书上向侪发表过，获得了多次的奖项。而且你今朝来了，我们一旦要请你来谈谈。专业风来是呢，是国家一级业务，是上岁去年个亚委主席，获得过中国去年买单奖。那么这来是对平台队伍的建设有你自家独特的见解。这来是啊，今朝你想请你来为大家谈一谈。没好，首追平台的队伍建设，家方已经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地基打发展。地基文化大革命下来呢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改革与恢复。改革与恢复。现在的阶段呢，就进入恢复以后的继承与创新阶段。对的。现在这笔青年以后是活跃了第一线上的中坚力量。是的呀。你到满足了广大平台听众实现增长的文化需求。每年都要一击报上。所以说啊，你到当中就独立出了一批足以成熟的青年友。对的。我相信，然后你出人出书最正路的方针指引下头，能够坚持为人民说好书，平台事业一定会更高兴旺发达。对的，这老师讲得非常好。那么这老师今朝你有一个要求，能够请来为你平台观众朋友再演一段。好，3个小头，包公受达，请听。报信，国泰娘娘千岁，送我济公道儿，百姓神造啊，当面送我来，晓得1、2、3，不对是我同娘，那少他自己扎了一阵，报信来到道儿有做。司机跑掉的不认，不外观，导致哪位讲呢？导致一个讲哪个人会得了啊？记载如此，这房间中只有我们自薄2人，我没有吃掉这一扎刀子，我倒是你吃掉了这个道儿的不认，我分吃完，分吃，报信啊报信，你讲个清楚，道个明白，道义罢了。说如讲得不清，道德不明，休怪保证家法师听见啊，可是慢慢讲，有得吃3碗，我人有吃大子，大子是我吃的。有啊，给我分吃嘛，这好人人讲。报信回到房间里，也想要我说，我分吃大子，也承认吃过大子。现在外头的小青年，三郎东呢，已经防止了票子，我偏偏为这大子，弄得不面子，顶要紧门子，人家看不起我。一个人为了世界路上向，顶要紧正义，上色正义，为了捍卫3个味道。我也是细的拉的嘛，里面口大，搞来砰，
忙正上的两人过一过，你准备有两高挂，事情都记。谁那个辰光外头叫啥有人来着，让开门。啥娘？是呀要是这，为啥你来搞七年噻？啥娘？公审出，公审先生来着，我来着，我来开门，嘎，按，嘎，门打开来着，公审一张面孔笑嘻嘻打进来，八想大外的味道怎样？味道好，我好多了，你回来冲买的，我有望的，我晓得你有望的，所以人家跟口大，准备事情都结，表示好事不容。哦喂，来陪我这两副相机，你看哪？我为看陪你扎起，你陪我扎起，到天亮了，那个有望就要弄清啥，哪位呢？只要侬实骨头做了，你有望谁会清爽？整个的高个走下来就看了，结果两高的旗子抱下来，准备扎起。分析的辰光非要等到天亮，包头人困了上了，被头盖好了还让困觉，让那上听见外头说了，啥个声音讲？大人砰张开眼睛，手袋上门子一口。上是明月光，老出推倒马，这口的三只老虫，一只大老虫四脚上天，抱好一只四面的，唯一只小老虫前头咬了大老虫尾巴，后头唯一只小老虫让抬大老虫空上的，马上一路浪向惊动老虫同里向去。大人一口嘛，你信人，所以往了海，把我心，百姓听见大人喊着，大爷我来着，啥子？我是个大人不要喊，那么呢，你有往弄清啥？整个的讲，我陪你去，公孙先生陪你一道到包大人房间里，大爷。喊我做啥去？张二灯哦，张灯马上点亮，当然灯已经点亮着。我气愤儿，我在娘娘千岁，说我几高头儿，我老早是个人渣，把我吃渣，依然为是渣，唯有4个。你去送我来看了看，也有手子，也西瓜，也杀他这咋子？导演，也杀他这咋一人这3咋子？这个道儿哪够手吃？我总归我吃这第一咋我吃第咋子我吃这大胆家法师晓得比浪向家法哪个们都也家法来着当啥呢？还是叫我自家靠自家大闹大内啊！我那个大内的叫你大，你就大，不必让我送。也我仿佛有无故看得到人啊！报信，方才本大人看得清清楚楚，这道儿非礼手枪，乃3只宠儿将道儿推云惊动。你在本大人高压之下神招，分明是被迫造过，荣家成真。各位本大人理应随法打，未来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打
那就是了。比朗想叫啥公孙老师，打头人关着打，那个马里打要打得杀杀不不，啊晓得，我要杀杀不打了老大，头人砰塞住身体，打在我的背上。因为叫他家法拿出来，实在下服了水，稍待公孙先生看看。公孙先生嘴巴花花，眼睛杀杀，指指包头人百姓，再指指包头人来下的印子，意思上是本派当人们不来当印子啊，到啊有什么子？哪个百姓叫上路家法高高举起。当然，侬要科长，侬要杀杀不科长，啦，声音蛮响，头人不觉得痛，抱歉，大才好我去，大人的百姓让我，本大人有后。不同，头人有铁布衫，那不能想出来我比铁布衫，要么带布衫。头人不相信，那不做声的狗狗狗。哦，哎呦，我看得来，只听见声音啪啪，口斗起劲，头人塞住身体，一口。有西瓜在看我英子啊！林大，前两天为你平台天地观众朋友们带来了自家嗨的一台节目。我也欢迎侬，但是侬个头尽量到我们平台天地节目里向来。那么感谢东方电视台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展示自身实力的平台。对了，拉萨，参加自家这几个节目。我了解了各个平台图，了解了各地发展的情况，参加了免费语言对话。搞得对，你好看节目，你好了解各地的风情。不过阿拉更加要拿主要精力呢，把那哪能的平台天地节目支持得更加精彩。对，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了，你下个礼拜老地方老辰光再会。